尘世界有太多，要一命相搏，三分恶气心头上，势如灼破。那些光怪陆离如是地往天落，生死节操能有几分胜算挣脱？是赢是输，无畏生死主演浮世一度，谁自证书？终场又能取回多少点数？生命父子度，杜绝我心中的无望风土，命运俨然无，无人能替我铸臣服，留出冥冥众生善恶是何面目？从古火鸟开始，纵横成乾坤路。是这儿了，来叔，走吧。小姐，您仔细脚下。请问是李岩先生吗？我是。我是雷静。雷洪生是我爷爷，我经常听爷爷提起你。论辈分，我应该叫你一声师兄才是。坐。老爷子身体还硬朗？他老人家年前去世了。有什么我能帮你的吗？现在联盟群龙无首，希望吕师兄跟我去广东，担任联盟的顾问。我是个什么人，雷小姐应当有所耳闻。在武术界，李岩这个名字称得上声名狼藉，你怎么会认为我能帮你？应该说是凶名昭著吧。也许那些人不会尊敬师兄你，但他们一定会怕你。听上去很有道理。可雷小姐找我这个外人帮忙，恐怕不合适吧？要是让那些只知道弄权谋利的人坐镇联盟，只怕许多小门派都要断根了。雷家拳讲究出拳如风，起势如雷。雷小姐，你连自家拳法都没练过，雷家的根早就断了。姓李的，你！我从小身体不好，家里的功夫又霸道，所以只练了一些调养气息的吐纳功夫。所以啊，别人给的
未必守得住，有时候还得要认命。可能我这次来让师兄很为难，但联盟是爷爷一生的心血。他过世前还念叨着南拳北川。我从16岁起就帮他打理联盟，不想看着他就这么散了。李师兄，你知道我爷爷是怎么评价你的吗？他经常说，习武之人，心头先养3分恶气。我见过这么多后人，只有这混小子不多不少，养足了这3分恶气。我真的帮不了你，请回吧。替我向老爷子上炷香。希望师兄心头这3分恶气没散。你知道 AML 吗？急性髓细胞白血病。我这个人无亲无故，所以确实帮不了你了。真是个厉害的丫头，3分恶气。对不住了，老爷子。这场子，我是病猫。什么鬼玩意儿？精彩，真是精彩！弹腿的单斩贯耳讲究气势连绵，一旦占得先机，对手基本不可能翻盘。哎呀，没想到却被一手凶器的白马翻蹄反败为胜。都说河间李家枪剑双绝，这手上的擒拿功夫也犀利得很呐。那个女人呢？别担心。我只是借用那个男人的念头和你打个招呼，我和他们没什么关系。做个自我介绍吧，我叫什么来着？啊？你就叫我王阳吧，或者叫我的另一个名字墨。墨者，象鼻犀目。牛尾虎足，在传说里是个以梦为食的怪兽。墨，吃饺子吗？李岩，我能救你的命。你有我的配对骨髓，那太小儿科了。我能给你更好的，
是吗？你要我做什么？试试看不就知道了。不过，这是条不能回头的路。听上去比等死强多了。你真是太有意思了。那么，来吧。本次严服事件开启，要求如下：在龙城球台上打至第7类，获得任意古小说工程残篇，唤醒古小说工程中的孤惑男，限时2巡。欢迎来到严服，已为您准备好新的身份，请放心的大闹一场吧，行走大人。不用我多说了，他的对手，叫李岩，新来的，没听过，谁家的选手？拳台赛，那胖子人呢？哎，看来他有麻烦喽。哪儿来的散的？怕不是下不了拳台了。都是老大眼光好，找来这么猛的茶菜，今晚都通关都不成问题呀。干掉他！这个时候犯病了。过关，八卦掌。什么八卦掌？撞李小龙啊！后生仔什么来头？该我了。
本场拳赛获胜者，李岩。今天这龙场拳赛有看头啊！好耶！阿丽，去给那个叫李岩的添点彩头。是。李岩是吧？ 那个死胖子到底在搞什么？行走大人，您所在的是 D 甲子259果实。本次盐服事件，你是谁？什么果实？我是盐服果树上800万人土，负责行走大人本次事件的信息接触、降临之前身份准备，以及脱离后的扫尾工作。您可以简单的把果实理解为一个世界，在限定时间内完成任务，就能回归现实世界。现实世界？那这里是另一个世界。 睁大你的眼看清楚，这世道究竟谁做主？华夷将功成万骨枯，无人可敌我生死簿。太多的来来回回，太多处分分叉叉。今天你我的身份究竟还有或高下？既富有天地，渺沧海一粟。可悲吗？可我偏不信。写实英雄是狗熊，跳出来耍一耍，你可以献出，照我眼皮绝不眨，证明权你先帝万法，你我都乐在其中。是攻还是守，从来不低头。人世活一场，无愧无求。众生又如何？眼中无对手，自己的道总要自己来